平安。我们好像什么都 say 好了，我也耳机都戴好了，我们也准备好所有的歌，很多人练习很久，但是就是很多的时候是突切的。我们沮丧吗？感谢很多人摇头，但我有一点点呢，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看直播，我要跟直播人说很抱歉，在生命中就是有很多不如意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就仰望我们的神。好不好？我们再唱这一首歌，我们从头到尾唱一次。我们可以看到88，今天不是88节，今天是母亲节，但是我们也不能缺乏88，尤其天上的88。我们从头一起，从头唱到尾，好吗？好，我们一起哦，来，从第一页来，神的孩子，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人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比较万事互相
神所爱孩子，永远都不要忘记，你是神所爱的孩子。如果你没有人爱你，如果你的妈妈已经不在这世上，甚至如果你的妈妈还在世上，你觉得她不够爱你，仰望这位神，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他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每一句话都是力量哦，好吗？我们一起预备来领受，来请。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滂沱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亲爱的弟兄姐妹，大自然或许会动，会颤抖，但是我们有主，我们就不用害怕，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一起用这个祷告文来祷告好吗？一起哦，1、2、3，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慈爱与怜悯，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成为你的儿女，并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及永恒的盼望。愿主圣灵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罪的辖制，主复活的大能充满我，使我胜过一切软弱，靠主的刚强，活出荣神益人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我们持续要来为我们的国家、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所在的社区来祷告，因为这是上主给我们的一个责任跟权柄。当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守望的时候，就像那个军队守望有没有敌人来，哪里我要注意的时候，我们就来努力，我们就来改变，我们就来调整我们人可以做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来请。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泌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的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敌机怎么样子来绕我们，来威胁我们，来恐吓我们，来侵扰我们，主告诉我们，我们不用怕，因为他是我们台湾的主，他是我们这个城市盼望的源头，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再次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一起来守望，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祷告文哦，来一起请。亲爱的主耶稣，愿你赐下合一在台湾的执政及在野各党派中，求你降下恩雨，滋润这块土地，使作物得以丰收。求主改变台湾的属灵环境，捆绑搅扰台湾的恶者与强权国家离开，保护台湾享有你的平安与喜乐。求圣灵感动百姓，都行在真理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的主也关心你，你觉得你很渺小，你的不是什么大事，在神的眼中看就是大事。他在意你，他在乎你，而且他有全能。他不是像你的朋友听一听，同理你啊，他也没办法，不是，他是全能的。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些需要，我们都可以到神的面前，神要亲自为你祷告来赐福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请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些需要，还有这个，还有吗？还有，当然主都知道，即便不写在这里，主也关心你。所以我邀请你，如果你需要有人为你，跟你一起祷告，请你就起立。如果你没有起立，那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祷告哦。有需要的，请你起立。那我们一起要来为你来祷告。我们要怎么来祷告呢？我们用下面的经文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有需要，你又不觉得起来不好意思，就请你按在你所需要的地方，按在心。像音乐牧师就说啊，我现在心有点紧张，等一下传讲神的话，那你可以按在你的心。你觉得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你就按在你的心吧。好，那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可以起立，我们有同工到你旁边，有吗？有吗？再一次哦。好，如果有，请你就站立，然后我们一起用这段经，我们一起来祷告，按在你所需要的地方哦。来，1、2、3，请奉主耶稣的圣名，来到天父施恩座前祈求，求主复活的大能充满我，健壮我的身心灵，使免疫力增强，内心充满喜乐之灵。因为喜乐要成为我身体的良药，医治我一切的病痛，使我刚强壮胆，不惊惶，不惧怕黑暗中流行的瘟疫，保护我出我入有平安。求你必差派使者保护我，使我天天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要为等一下我们的礼拜，我们不希望昏睡，我们不希望听不懂，我们不希望只有空在这里坐1个小时。那么我们就来祷告吧，这是神的应许，他必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应许，请。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为我们的灵性也为今天的全天下的妈妈，特别是你自己的妈妈、阿嬷，照顾你的人，供养你的人，安慰你的人来祷告，也为本周的手中还有花卉求神来亲自带领，跟承认牧区求主给同工众同工，真的是有从神来的爱心、耐心、智慧来引领使我们的牧区可以成为更多人在生活上的牧养。我们好不好？起立！我们一起用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请。感谢复活主耶稣，因着你的爱，使我们一同聚集敬拜。愿你悦纳我们的赞美与敬拜，愿你的施恩宝座降临在圣殿中，愿你的圣灵运行，垂听我们的祈求，愿明你的真理，使每一位寻求你的子民在盛会中领受你的真理，得着丰盛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我们要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高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前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拍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是的，主是配的，我们来敬拜的主。主是配的，我们来向他拍掌的主。让我们一起用这首歌再来向我们的主来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大声来宣告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赎，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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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敬拜。荣耀尊贵，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一起宣告来说：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主是配得敬拜的主，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继续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用这首得胜的宣告，我们来宣告我们得胜了，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主的宝座面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得胜的宣告。星星看见牛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主火主带领，甩开不信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再做得胜的宣告。星星看见牛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主火主带领，甩开不信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
神，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我们一起来宣告，一起来宣告说：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再一次来宣告说：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有种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有种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一起来说，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再一次，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哈利路亚！我们得胜了吗？我们拍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主，因为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已经得胜了。拍掌拍掌，将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得胜了。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赞美你，主，我们已经得胜了。谢谢主，因着你的名，我们得胜了；因着你的名，我们得胜了。主，我们宣告说，我们得胜了。谢谢主，你保守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我们可以来做得胜的宣告，因为你我们得胜了。我们不会因为现在外面的问题，这些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或者是疫情问题，让我们的信心软弱了。没有，因为我们是得胜的人，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因为我们可以依靠你，因为我们可以顺服你，因为我们可以跟从你。你是我们得胜的目标，你是我们得胜的力量。谢谢主，主，我们要依靠你，我们要依靠你。哈利路亚！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名，阿们。唯独依靠你，让我们唯独依靠我们的神。若非你流出宝血赎回我，我怎能有机会重新来过？看见我所有罪恶和软弱，你却用完全的爱接纳我。虽然我曾有时心远离过，但你心事仍紧紧抓住我。
还叫你把我寻回，耶稣。是的，我们要来依靠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唯独来依靠他，我们的主耶稣。虽然我曾有时心远离过，但你心事仍紧紧抓住我，学会放手，不再靠自己活，只夸耀你一切为我所做，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映出真实的我，多么不能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因你的宝血，恩典的宝血，修补一切，再次立约。因你的宝血，牺牲的宝血，坦然无惧到你面前。因你的宝血，恩典的宝血，修补一切，再次立约。因你的宝血，牺牲的宝血，坦然无惧到你面前。无瑕疵的爱来到破碎的我面前。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映出真实的我，多么不能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映出真实的我，多么不能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天涯海角，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主耶稣，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主耶稣，你是我们的救主，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代替我们所使用的生祭，能够完全的除去我们的罪孽，好叫我们坦然无惧来到天父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当我们大大张口，你必将你的恩典大大充满。谢谢耶稣，唯独依靠你，因为天上天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唯独依靠你，赐给我们信心来寻求你。唯独依靠你，我们才能够有永恒的盼望。感谢你赐下母亲在这地上彰显天父上帝你的爱。虽然人不完全，但是你依然在不完全当中显明你的恩典、你的慈爱。借着今天的敬拜，你的话语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不足，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的真理叫我们得着自由，需要帮助我们行在你的恩典当中，即使我们现在正在困境里面，让我们知道
你依然陪伴着我们。谢谢主，在敬拜当中，愿你的宝座赐下，愿你的灵充满，愿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当我们照真理而行，成为蒙福的子民。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先来看周报的消息。这主日为儿童主日，在第2场的礼拜当中，由儿童牧区来服侍，并且在第2场有黑利岩、朱岩夫妻来做家庭的见证。愿上帝来赐福他们的服侍，也祝我们每一个家庭有神的同在，面对所有的顺境跟逆境，我们都知道怎么样靠着他加给我们力量，凡事都能够胜过。今天我们会赠送一份礼物哦。现在我们要请我们的妈妈们哦，请你站立起来。我们请同工来分送一份礼物，来祝我们母亲节快乐。愿主赐福我们，妈妈们辛苦了哦。你拿到礼物就可以先坐下啊。平常我们妈妈们做家事哦，所以这个礼物会保养我们的手哦，保养我们的皮肤。好，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这时候我要奉主名来祝我们所有的妈妈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因为你的爱，使我们在地上有爸爸有妈妈，特别妈妈怀胎10月生养、教育，很多时候他们很辛苦，半夜可能要起来呵护儿女，在成长过程当中还要忍受儿女的气，真的是有时候会有委屈，求你除掉一切的重担，抚平内心的伤痛，让你的喜悦充满在每位亲爱的妈妈们的心里面，让他们成为有智慧的妈妈，依靠神来为家庭来祷告，为儿女来守望，也祝他们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祝他们所做的能够凡事顺利。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因为疫情的关系，请我们将自己用过的周报可以携带回家。如果你不需要实体的周报，你可以用 APP 下载。我们有电子周报在我们的我的教会 APP 里面。我的教会 APP 里面也有可以看到讲到每日的在家会读还有圣经等等非常的宝贵而且也非常的实用如果我们有2个不同系统，你可以扫描 QR code， 或者你如果不会下载，你可以请我们的同工来协助。那麻烦我们这个值日长职同工礼拜完之后配合宣导会友好。
那我们的2021年的阿嘎佩品格夏令营也开始报名了哦。我们的夏令营很夯的哦，名额只有100名在网络报名很快就额满，所以我们先教会内的我们都有消息先哦。那通常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手脚都比较慢，那外面人都报满了哈。那我们才说，哎，我的孩子还没有报哦。那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优先有这一些的消息给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孩子需要参加请注意一下，把握这个时间。我们的7月5号到10号会举行品格夏令营。那5月30号前报名享有优惠1200块，原价是2000块哈。6月15号前限额120名哦，今年有增加20名哦。那如果你要报名，就进入到我们的网页。下一个那我们新冠疫情最近稍微有升温了确保我们社区的安全，所以5月16号彩玉老师把英文变为有趣，像我那个洪桃梅老师的透过自动游戏增进学习效能活动，皆改期到5月23号那活动的时间内容不变。那我们的据点因为接到市政府的公文来那我们从5月3号起暂停服务要等候市府的通知那请各位学员在家自己透过 LINE 等电话通讯那与据点的人员保持联系我知道我们的年长者真的没有来觉得怪怪的，因为我们周1到周5有人私底下还会我们来玩个拉密可以吗就小声说就好了不要大声说但是我们就是会分散会分散。那目前我们就静待社会局的公告才恢复。我们2021年的第一期的生日助学金受奖名单已公布在1楼的公布栏及周报的第6页。那今天第2场的礼拜当中会颁发，请受奖人来出席领奖。我们17组的陈仲礼、董昭莹夫妇他们的女儿一杰将于这个礼拜6 10点半在彭远就巴德介寿路一段的彭远与王伟吉弟兄举行结婚礼拜，愿上帝来赐福这对的新人。交通教会的詹俊朗、赖香林夫妇他的女儿也是同日但是她是在这边詹怡珍姐妹于这个礼拜6早上9点半在本会的2楼举行结婚礼拜与这简伟民弟兄举行结婚礼拜愿上帝也赐福这对的新人，也欢迎会友参加。在礼拜5凌晨吴延清弟兄蒙主恩召，享年86岁。定于5月22号早上8点于桃园殡仪馆举行入殓礼拜，9点火化。1点半会回到教会举行告别礼拜，4点在南崁的吴家墓园举行安放礼拜。5月20号会在7楼8点举行，晚上8点举行家庭的安慰礼拜。愿主的灵来安慰遗族失去这至亲的伤痛。那我们在代祷当中为这个家庭来祷告。好，那其他我们就自己看，我们一起来念金句，来念2遍，一起来。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出埃及记2章第10节，再一次，孩子渐长，妇女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出
出埃及记2章10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上帝的恩典。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爱我们的父神，还是感谢你在这美好的日子把我们聚在这里，让我们敬拜你、颂赞你、聆听你透过牧师的口传讲你的话语。在这特别的日子，求你能够加倍的祝福我们的母亲，因他们的辛劳，不管他们身在何方，或是还没有认识你，都能够保守他们，祝福他们。现在我们呈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为主圣工所用，求你悦纳。孩子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名求。坐下，彼此来祝说，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话语里面的恩典。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话语里面的恩典。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话语里的恩典。所以请坐啊，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的话，记载在出埃及记2章1到10节。如果你没有圣经或可以划开手机，在出埃及记2章1到10节。在大家划的时候，我来前情再要一下。出埃及记其实就是在这个创世纪第1卷书，圣经里面的第2卷。在第1卷创世纪里面有讲到这个上帝所这个拣选的百姓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希伯来人，他们被神从他原来住的地方一直来迁移，而因着有一个约瑟，他成为埃及拯救了埃及这个饥荒的问题，以至于这个在埃及地，他们这个祖先从原来的地方来到了这个埃及地。那因为他在那边当宰相，所以就善待他以及他的民族希伯来人，以色列的希伯来人。但是时间会过去，人会忘记。法老的这个埃及的法老呢，到了这个法老已经不认识约瑟是何方人，何以这些希伯来人在我们的当中，要善待他？何以这些希伯来人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看起来是很精明？如果我们知道现在的历史，犹太人，我们会觉得他们很精明、很能干。那么这个就是他们的祖先，这样有没有更有兴趣一点了他们何以在寄人篱下，在别的国家，在埃及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法老就使出一个杀手锏，因为
这个男婴呢特别有力量的，所以是传宗接代。所以如果现在呢，这个孕妇生出来是男婴呢，这个法老就说跟接生婆说，如果是男婴呢，就给他丢到河里。我们知道这个丢到河里，这孩子哪能活啊？里面有很多大型的生物，可能鳄鱼啊，或最溺死啊，那他们不能活，就希伯来人就没有所谓的这个男人，未来10年、20年、30年以后就没有希伯来人，就没有男人。所以这个法老就觉得，我这个伎俩很好，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接生婆呢不敢得罪神。好，那我怎么做呢？这些接生婆只要去希伯来人家生了以后，他们怎样就跟这个就放了。没有按照法老说的，那法老很生气，说奇怪，我这个命令下去，何以这个男婴还越来越多，怎么一直跑出来呢？这个收生婆就说，我们还没去他就生了，我也不知道亲爱大家，这个法老真的气到不行，他有没有办法？他说好，这样的话我就把这个看到男婴就把他杀了，就把他放到水里面去。今天的经文就是记载着有一个男婴，有一个妇人，她是希伯来人，她是利未人，支族里面的人，她也怀孕，她也生子，而且生的是男婴。这结果怎么样？如果你有看过电影动画卡通《埃及王子摩西》，就正好在讲他出生的故事。这样有没有更有兴趣一点？赶快来看吧！来，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2章1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哦，好，预备好，我们请。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和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哇，我们来看，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些孩子的妈，这个孩子的妈，孩子的姐姐有名字吗？没有。连法老的女儿的名字有吗？没有。只有谁的名字出现？摩西。那我们就知道，这个重点在摩西他怎么样被神拣选，将来要带这些希伯来人从埃及出来，被救拔出来，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上帝手很奇妙，超前部署。摩西到80岁才得到这个使命哦，现在他才3个月哦。我们的主怎么样超前部署呢？竟然透过法老的女儿，法老是命令要杀孩子的人，竟然透过他的女儿，哇！这法老我知道，将来这个摩西是要把这一群人在他们国家里面可以当奴隶的，竟然要把他们解放出来。我想这法老一定气得牙痒痒。但是
谁能抵挡这位耶和华上帝呢？没有。耶和华上帝有全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历史，我们再一次领受主，你是全知全在全能的主。人能怎么样呢？纵使是当时候埃及法老想尽办法要灭绝主你所拣选的人，能怎么样呢？虽然我们人真的很渺小，或许就是像先知说，我们像虫一样，因为虫的年日真的不多，但主你竟然爱我们，使我们像你的形象一样所造的。主，我们要领受你的话，我们人哪里能够听得懂？唯有你，唯有你的圣灵使我们能够灵魂苏醒。在很短的时间内，圣灵恳求你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真认识你，也真认识我们自己这一生要往哪里去，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谢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来看一个7岁孩子的祷告，我们祷告吗？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这个孩子在突然之间得了急性的血癌。亲爱的主跟说一下，耶稣，谢谢你们长久以来的照顾，谢谢你在医院这段时间的照顾，还有谢谢你让我的血液只剩一点，快细胞，谢谢你让我明天可以完全的医治，还有谢谢你给我那么好看的房间，然后给我那么好吃的东西，还有谢谢你在这里布下天使军团，在这里扎营，然后请你让天使有1对翅膀、2对翅膀、3对翅膀，甚至4对翅膀的天使保护我，还有能让我的眼睛越来越好，让邪灵不要他的眼睛因为治疗的关系，最后眼睛是看不见。让我的血球赶快，血癌里面有许多他认为是坏的东西，白血球跟血球板都要赶快长高，还有，请你让我能够跟姐姐能够很快跟姐姐玩，姐姐的病能够赶快好，姐姐如果是感冒，她却更关心姐姐。赶快可以见到我，让我们一起玩。然后还有，请你让爸比能够喉咙能够越来越好。他的爸爸是黑鼻炎先生，还有嘛，他的阿公就是卡内基在台湾的崇拜是黑幼龙先生。然后我能够越来越好，能够出院休息跟出院，这样我就可以回家吃我喜欢吃的东西。还有谢谢你让我的眼睛能够慢慢进步。还有，请你让北极圈的海洋不要再融化，然后南极的洞不要再变大，不要在地球外南极的洞能够没有，还有绝种的
动物跟保育类动物都能够保育成功，大象也能够变多，然后海豚能够变多，然后又会妨碍到把海豚的工业区不要盖，然后鲸鱼，日本不要再捕鲸了。一个真诚的祷告，像天使一样。他治疗了1年多，2个眼睛就看不见。他的爸爸有一天告诉这个孩子说：“爸爸跟你保证，今天一定让你出院，回家。回家有2种，一种就是回我们自己的家可以吃，出院吃你想吃的东西；另外一个家就是天家。爸爸保证，今天一定让你回家。”妈妈也来在他的耳边说：“妈妈是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人，但是妈妈要告诉你，我很爱你。我们相约在天家。”这个孩子就掉下眼泪，在他那2个眼睛都看不见，却掉下眼泪，知道爸爸妈妈把他交给上帝，他也懂。像天使般，1个多小时之后，这个孩子真的回到天家。这个妈妈说：“我是业务高手，我总是那个奋斗到最后一刻的人，我怎能放手？”最后她说：“因着她知道有永生的盼望，天家不过是换一个地址。我的孩子7年在这世上已经够了，神让他在天上永恒的天家。”当我们知道人是有盼望，不是在死的那一刻时，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不是放弃。我们今天的经文也是，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出生，一个小男孩的出生，只因为他不同国籍，他却是因为他是男婴，他就要被送到河里面，然后被淹死或被鳄鱼吃掉。但是他的母亲因着信心，还是怀孕，还是生下来。我们能想象那怀孕的9个月，她心里有多担心吗？我如果是生下来的这个孩子是男婴，那么我可能就会看不到他。在绝望中，这个孩子的妈妈看到的是盼望。孩子的妈，我们都是孩子的妈，我们都跟这个利未的女人一样，成为人妻，我们也被怀孕。我们也怀孕别人。亲爱的弟兄，请不要怀疑应验牧师说的。如果你对一个事情、一个事业、一个梦想，你有怀着是神给你的悲悯之心，如果你有这个意向，那么应验牧师说，恭喜你怀孕成功。如果你想要让一个人跟你一样有这个永生的盼望，你设定对象，你要让他成为神的儿女，有这个跟神来连结，成为有永恒的盼望的，那么我恭喜你，不管你是弟兄或姐妹，你都怀孕，而且你要把它顺利生出来，就像今天的经文一样。虽然法老下了命令，所有生的男孩都要丢到河里，只有女孩可以存留，但是这位创造上帝生命的主，他有能力，他可以的。他可以怎么做？虽然环境不好，他却能够因着信心、勇气，把这个妈妈把他藏了3个月。我们知道环境困难，但是我们的妈妈，或者是爱我们的人，像我们妈妈的人一样，我们的天父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她也是我们天上的母亲。纵使我们地上的母亲不是那么完全，纵使我们所怀胎的这个事业、这个梦想、这个使命不是那么完全，但是上帝的手中，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带领。就像这个妈妈不能再长了，她竟然有智慧，找那时候最有这个蒲草，甚至把它旁边弄上石油，把它放在河里面。然后上帝的手很奇妙，当我们愿意放手一搏，当我们愿意把它交托在神手中，不是我们自己死捏住的时候，上帝就可以来动工，不是这样说吗？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嘛。我们看上帝是怎么做的，竟然透过一个箱子，
我们知道吗？这箱子在原文里面，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就是方舟啊。哎呀，我想你马上想到诺亚方舟，对，诺亚方舟就是在那个环境大水当中，神保留住他要保留的人。方舟在你我的生命里面、环境里面有一个箱子，这个箱子是方舟。纵使外面的环境再怎么烂、再怎么危险，这个方舟神为你预备，因为他要救赎，他早就要救赎他的百姓。虽然还要等很久，摩西才3个月。等摩西要救这些出埃及的人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是被掌柜，还要等多久？不是9个月，快要80几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现在怀胎的梦想、我的事业、我的使命，你只要确定是神要让你走的路，或许现在还在路上，你还在怀胎，还没生出来，但孩子的救主要来救你。透过谁？可能没有名字，透过可能走到你旁边的任何甲乙丙丁没有名字，但只有孩子的姐姐，或者是你的路人甲乙，名字不重要，重要是上帝要用他。这个孩子的姐姐，她竟然想要知道孩子会怎么样，就跟在旁边看。哇，这个箱子竟然跑到了法老的女儿正好在那边洗澡，洗澡以后他就叫人来看，看了又打开。哇，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可爱？他就可怜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怜是什么意思？其实可怜、怜悯就像子宫的意思。当你对一个人怜悯这个人在困苦中他没有路可以走，这个你可怜这个人，你怜悯他，说啊，他没有主耶稣，真是可怜，没有盼望。哎，你就怀胎了。你的使命、你的事业是因着要荣耀上帝、对人有帮助，你因着一颗怜悯的心，那么你就怀胎。所以英年牧师说：“弟兄们，你也能怀胎啊！只要你是怜悯，用神的怜悯来怜悯人。上帝的怜悯透过他爱的几代，将他的恩典不断的来供给我们。透过你，书成长老，或者是任何的弟兄，你说啊，我拢70岁、80岁。”一样，摩西不是80岁、80几岁才开始被神所用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只要愿意怜悯，我们可以把恩典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神救主也用孩子的妈妈，多么奇妙！在这里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但是神没有忘记他的名字。摩西的妈妈叫约基别，是耶和华是荣耀。你不用担心，你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苹果日报，你还要说姓庆。因为苹果日报会欧贝咖利波，但是神要报出你的名字，他纪念你的名字，每天为你祷告。摩西的妈妈养了3个历史的人物，真真实实的，神也要透过你来怀孕、生小孩、生出来，不管你的事业、你的使命，神所托付给你的，虽然是困难中，我相信现在很多人面临的困难。这环境真的很困难，但是我们的主就是有办法把它拉出来，把你救出来，把你救拔出来。因为神看顾以色列，也看顾你跟我，知道你跟我的苦泣，别人可能不知道，甚至躺在你旁边的另外一半都不知道，但神知道比较重要吧。神要为你所施的这个事业或你的使命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也适用在你的身上。摩西其实在当时候还有一个意思，某某人的儿子叫摩西啊。所以摩西的意思除了有救拔出来，还有在出埃及的人，摩西的意思是说某某人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有摩西，如果你所努力的是你希望他能够生产出来，那么就是你的摩西。有人说一生中有2个天使，像刚才那个孩子一样，什么呢？一个叫天，神给你一片天；一个叫死。哎，这个注音有没有错吧？是使命还是使命？还是不是？我不过是一坨屎，没有关系。重点在你这个器皿，你的生命里面是什么质地，看你投下来的东西的响声是什么。如果你
所投下来的，你所遇到任何的事情，想生不同，就代表你有不同的质地，你有不同的生命，你是不同种的，你是不同性质的人。你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的使命是什么？每个人都有2个天使，一个天，神给你一片天，给你够用的恩典，只要你有这位天父。使命，你要成为你要努力的，一生要来努力的使命，或者是你要使命必达，或者是说我最后就是等死，哪一个由你来决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母亲节，我们想我们的母亲真的环境困难，你也是别人的母亲，你的事业的母亲，你将生一个使命的母亲。我们只要坚定的信心，神必给你百般的智慧。勇敢冒险吧！或许这个使命是一个婚姻，那神，我也祝福你，因为神也祝福你，因为要透过你的婚姻，要来祝福许多的人。我们就像这幅图画一样，如果你忘记妈妈的味道，特别是那有白色花的，我们想一想。妈妈曾经怎么陪伴你？那么现在，我们反过来，我们抱住妈妈。妈妈只要你爱她，妈妈或许不需要你太多的金钱，或随时在你身边，只要她需要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来回想。我跟妈妈有没有遇过什么的困难呢？我们是不是跟我们的妈妈一起来度过呢？我们要一起要用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要来再一次来想想看，当我在妈妈怀中时，我有谢谢妈妈吗？虽然我们不能在妈妈的身边，就像我疫情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去看我妈妈。但是，我们的天父，他要照顾你的妈妈跟我的妈妈。我们请起立，一起来唱这首歌。亲爱的妈妈，妈妈，我爱你，你永远如此美丽，请让我抱抱你，这些年来辛苦你，亲爱的妈妈，妈妈，我爱你。不想长大离开你，好想说谢谢你，用爱浇灌我生命。因爱你，我不害怕风雨，请你让我身边，求主耶稣保护你。回去你就会一直想这首歌哦。来，预备哦。亲爱的妈妈，妈妈，我爱你，你永远如此美丽，请让我抱你，这些年来辛苦你，亲爱的妈妈，妈妈，我爱你，不想长大离开你。好想说谢谢你，用爱浇灌我生命，有你爱你，我不害怕风雨，请原谅我在身边，求主耶稣保护你。好，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爱。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妈妈。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妈妈的身边，但是主，每当我们想起那个妈妈的味道，想起妈妈温柔的手，想起我们跟妈妈一起度过的难关，想起主，你必要每天为我的妈妈提名祷告。
主啊，我们的心就可以欢喜快乐。我们也提醒我们自己要感恩，要常常打个电话给妈妈，我们要常常问候，特别为自己的妈妈来祷告。如果她还没有永生的盼望，如果她还没有成为神的女儿、神的儿女的话，主啊，恳求你帮助。主啊，你也知道我们这里的弟兄，主啊，你也要赋予给弟兄责任。主啊，我们不是自己生养而已，主，你赋予给我们，我们成为属灵的家长，我们可以成为属灵的母亲。我们身边的人，他们非常需要这个福音。主啊，他们需要知道人生的意义，他们在绝望中，他们需要有永生的盼望。主，恳求你坚定我们的心，不管是我们透过我们的工作，透过我们所要完成的使命，主啊，你透过给我们的这个看见，主，我们怀胎以后，你要让我们生出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现在正在困苦中，现在正在撞墙中，但是主，你要带领我们突破前面的道路，给我们指引我们一条路，是使我们可以完成这很短暂的一个生一个死，这中间我们要完成的使命。主，你给我们一个天，因为主你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一切。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跟盼望。愿主耶稣拯救之恩临到凡是愿意相信他以及我们所关心的每一个人，因为主的爱引领我们，使我们在生命中可以身心灵得着健壮，使我们跟神、跟人、跟自己和好，使我们生命可以得着支持以及引导。亲爱的圣灵，你与我们同在，从这里出去，回到我们的家，回到我们的社区，回到我们工作的地方，回到每一个地方、每个角落，特别是那些绝望的地方。主，你让我们引领人与你的盼望来相遇，因为主你就是光，你要我们成为光跟盐，有你的平安与喜乐，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荣耀尊贵，美丽无比。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大家母亲节快乐！我们今天的礼拜，请我们当中如果还有妈妈没有拿到礼物的妈妈，没有拿到礼物的可以现在站立起来好吗？不知道还有没有拿到的前面还没有拿到的钱发给他们好，祝福大家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上帝赐福你们。